讲到宜兰的富新渔船昨下晡4点外，可能是这掠鱼掠过界去到日本迄个所在，互因日本的公务船登去调查，包含船长在内有8船员。日本是要求船头家就要纳担保金150万一票。外交部表示，已经要求日本的。讲这船头家若总有纳钱，就要赶紧来放人。咱的苏澳区议会就表示，有透过民间管道伫咧接洽，目前8人是拢真平安。若这详细经过，就要等船长回来才来说明。船员伫船顶赶紧整理设备，为下一摆出港掠鱼做准备。不过，传出有台湾渔船和日本国务船定检扣船。宜兰籍复兴渔船2日下晡，疑似因为走入去日本海域掠鱼，船顶带接4艘船长、7名台湾船员甲船只，拢互扣往就湾岛调查。来求救，就是说日本这跟他碰撞，甚至登船要检查啊。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船长比较清楚在日本的方面是说我们业界来去捕捞渔获的问题。陈春生讲，船长家属希望人船拢会平安回来。议会经由民间管道甲日本交涉，知影8人拢平安。报案所在确实是日本所属海域，不过到底是无海通过，也是伫掠鱼作业，也搁在调查。富新渔船2日下晡4点10分，伫北纬24度33分，东经122度36分的所在，离苏澳40海里，互鱼界线外口5海里，互日方定检。经过咱方甲日方交涉，渔船敢若进入日本领海作业。渔业署讲，依照日方定数，交担保金150万块入票，大约代票32万块，人船就使得到释放。据我国驻日本人员查报，该船因为进入日本与那国岛12里领海内违规作业，遭日本海保厅公务船发现并取缔，要求在船东缴纳保证金后，尽速释放人船。这是7月份第2摆台湾渔船牵涉越界，互日方处理。顶一摆是贵人籍渔船5号伫皮加斯东北方暂定执法线外口大约7.5海里作业，互日方定检扣留。不过渔民认为，即要无越界就免烦恼互扣留。照规家咱的海里来安尼就好嘿。咱若要超过2零个，敢若会惊。你是超过2零个，毋才会甲你扣伊。陈春生证实，船头家已经把担保金汇予日本，不过因为要停驶爱行，推估30人船有希望释放回来。强调船长回来台湾了后，若是受到委屈，会向相关单位来申诉，渔会也协助。不过若是越界掠鱼，就应该接受相关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